中朝阳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发挥着创意，把这个场馆这种农业的废弃物变做有带祝福的自然所。场馆摕来边边的，各用推啊杠杠的，本来是农业废弃物的场馆，即马伫这动物的卡手之下，改变伊的命运。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农业废弃物呢回收之后，重新回来做成我们的一个 DIY 的商品。将场馆变成一本过年拢会挂有祝福意义的自然书，也就是庆贺三书，这大学生拢感觉真趣味。可以带动当地的观光之类的，也可以让儿童去了解，就是农业废弃物其实可以这样子利用。它其实还蛮简单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。唔来当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，更加提升农业各种的附加价值。体验这个课程，唔让或者学生认捌到农业的废弃物，咪当发挥创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